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能够回来到上帝的厝，三甲来敬拜伊。气候嘛在变啦吼，世界情势嘛在变啦吼，所以咱有当时烦恼，但是今日咱来到主面前，咱放空咱的心，唯一甲主相拄。咱三甲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7日的头一日，
伊总是因带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见你的面。主，阮欢喜听你的声，阮欢喜见你的面。我要用诗歌，我要用阮的祈祷来学罗你，来荣光你的名。主，求你还这早起伫遮设立的这个圣坛，拢有通是荣光你的名，下伫你的旨意。即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咱来今日咱诗歌的时间。咱第一首要念的是《主上帝正手》第22首，圣诗第22首。22首，请咱。圣诗22首，请咱家己掀开圣诗，掀开咱的圣诗第22首，第一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真难传令的话，咱唱出咱心。圣灵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第二节来，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顺，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无大。诗歌，咱看伊伫圣诗下骹讲，这个是一个牙买加的一个民谣，所以真活泼的这个民谣。但是伫这首诗内底，我想咱爱特别来注意到伊歌词的意思。照我头拄所讲的，其实咱过去一礼拜，咱可能经历世界情势变迁。甚至搁较早，咱家己国内各种政策的变迁，有当时这拢互咱心内感觉真烦恼，也是讲感觉不安。咱做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情势时，到底要安怎？到底要安怎？其实一个重点，就是咱倒来到圣经的教示，到底。我应该安怎做？你看这个歌词，请音控室歌词对咧吼。第一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宽容的话。所以主要所基督要爱咱啥？有仁爱，有宽容的话。第二节，用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啥？指出咱应该行的路。第三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啥？嫉妒、贪婪、怨恨。第四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着达跋倒的人。第五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医治啥？破碎的肉体心灵。第六节，主上帝的手伫咱中间裁整，伊要裁整自由、望、仁爱。伫这个动乱的社会内底，我想这节的诗歌，互咱真好的启示。咱基督徒所爱做的是啥？安怎来面对这个世界？咱第一节、第二节，搁来唱一遍。正手，
写出仁爱宽容的话，咱冲不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第二站，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有大我，真容易行歪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带。好，咱再来唱另外一首诗歌。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圣诗第6首，咱非常熟的歌吼。上帝创造天甲地，第1节。是出自用心心思，就是1852年，伫厦门的时，当时英国的宣教师把这诗歌带到中国。当时伫厦门的时，迄阵就有的诗歌，迄阵这首诗歌排第1首，排第1首。其实当伊排第1首的时，我伫想这个情景啦，一个透早的早时，天铺光，日头搁拄出来，也是讲天光光，雨小可沙沙雨滴。当日这个早起时，你有听到鸡在啼，我顶间毋知去倒伊去住啦，听到鸡啼实在足感动的，就是讲伫都市内底已经几10年毋捌听到鸡啼。当这个情形的时，忽然间远远有人在唱这首诗歌。咱轻轻来唱这首诗歌，就讲远远在听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情万美，逐项的功劳极大，搁极快，一生称呼永无煞。伊排伫圣诗的第1首，我实在感觉当同时作后排的啦这是做艺术。透早起来唱这首诗歌，咱来想象咱是透早时来唱这首诗歌，来第1节，轻声来唱。上帝创造天甲地，千情万美各项的，功劳极大又极宽，一世称呼永无。第2节，咱嘛轻声来唱。日头出现光满天，日落月出暗暝，日月星星拢显明，上帝主宰大请咱备办心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
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物逐项话，功劳极大又极快，一时称呼永无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0日也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永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23篇，也是诗篇96篇。伫个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23篇，显着咱三甲来启用，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着称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启用到这，只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带来阮众兄弟经过一礼拜平安，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的感谢甲懊恼。主啊，阮感谢你，在早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来到阮中间，成做阮的救主。伊为着阮的罪受死，钉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成做赎罪祭，互阮透过救主耶稣。会当，搁甲你和好，成做你圣的囝儿。感谢你满满的恩典。伫个国外节要来的时，阮求你圣神，搁一摆听赐阮好好来思考主耶稣为阮牺牲的疼，搁有对死搁活，带互阮永生永望的意义。阮满心感谢主，做阮世界各国之间。有侪竞争甲挑战，尤其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阁不断在进行。这场的战争带来无数的苦难甲破坏，阁有美国总统川普伊上任了后，会侪政策甲关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甲民生拢造成真大的影响。主啊，阮求你怜悯遮会受苦的人，赐下你和平的智慧，嘛假使阮要安怎来解决这个冲突，互各国会当掠和平甲公义做基础，来解决彼此的争端。阮也要为着全世界各所在的自然的灾害来祈祷，特别是最近缅甸的大地震，造成了侪人来丧失性命，阁有侪灾情甲损失。主啊，阮知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求你施行你的慈爱甲怜悯，来安慰遮受灾的人民。主啊，当阮看见世界无平静，阮搁较望你的平安甲智慧充满伫这世界。
阮特别为着阮台湾执政的官员、政治领袖、民意代表来祈祷，愿因会当对你遐得到你属天的智慧，做出好的决定，符合上帝心意的决策，互阮徛起伫台湾即块土地的人民，拢有平安、喜乐、佮满足的生活。阮也要将阮教会中间身体佮心灵有软弱病痛兄弟交托伫主你的手。主啊，阮知你是医治的主，你知阮每一个人的软弱佮欠缺，求主你伸出你的手，医治遐遭有病痛兄弟，互因经历着你的恢复佮安慰，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对你遐来的平安。最后，阮也要为着教会福音的事工来祈祷。主啊，你呼召阮诚做世界的光甲盐，要将你的疼甲救恩传扬出去。阮教会今仔日有举办二手义卖活动，透过即个活动，要甲附近的厝边来宣扬主你的疼，求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也祝福今仔日的活动一切顺利。愿福音的种子会使伫咧目沙这地区传扬出去，改变人的性命。愿阮所计划、所祈祷的一切，拢会用诚做你听的见证，归荣光互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阿门。这是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8节，伫圣经旧约第267页。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士师记第7章第1节，亚罗巴勒就是基甸，伊甲一切缀伊的人早早起来，伫哈律水泉边扎营。米甸营伫因北实的山谷，我近摩利山。耶和华对基甸讲：我用米甸交伫百姓的手，毋久缀你的人伤济。惊了以色列人对伫我来家己夸口讲，是我家己的手救我。但你着宣布互百姓听，既若惊吓沦内的人，通离开吉个山倒去。对安尼，百姓中有22000人倒去，还有剩1万。第4节，耶和华对基甸讲：人还佫伤多，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我要伫遐甲你试因。既若我指啥物人对你讲，即人通甲你去，迄人就通甲你去；我指啥物人甲你讲，即人毋通甲你去，迄人就毋通去。基甸就带百姓落去到水边。耶和华对基甸讲：既若用纸纳水，亲像狗电啊，迄人着互伊另外徛地；既若跪落去啉水的，也着互因另外徛地。用瓦喙来纳水的有300人，其余遐的百姓拢跪落去啉水。耶和华甲基甸讲：我要用遮个纳水的300人救恁，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众百姓拢通倒去伊的所在。百姓手里就带干牛、
甲因的扫角，期间找以色列证人，逐人倒去因的布边，只有留这300人。米甸的营扎伫伊下面的山谷。读圣经到遮，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打伫即个恬静时刻。
即是请柯牧师来讲道，伊今仔题目是你所挖苦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虽然天气变化，虽然世界变动，总是你悠远引带阮头前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路站。阮恳求上帝，你的话语帮助阮众人，互我明白你话语中的奥妙，帮助阮伫生活中行出你爱阮行的。互阮一生来倚靠你，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启示，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的题目是你所倚靠的。那呢，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有互别人倚靠的经验无？有吼。这做妈妈的拢会回答有，因为囡仔一定拢要甲倚靠吼。做爸爸嘛，毋是无呢。爸爸是安怎？摕钱转去，要倚靠你的钱。其实我想，咱每一个人吼，拢有互人倚靠的这种经验。拄仔讲到，亲像你是爸母的时阵，你的囡仔会倚靠你。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需要你会随时的帮衬。那当你是工作顶面，你一个主管的时，你下骹的组员就要照着你的意思去完成工作，因为你要担任因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大家会当去想一下，你是用什么款的身份角色，互人所倚靠的呢？我想，毋是互人倚靠尔，咱嘛有去倚靠别人。伫迄种情形下面，你的身份角色又佫是甚物呢？今仔日咱读到士师记中间，咱看到基甸，上帝爱伊去完成每一项的代志。伊大心爱将伊老爸厝内底偶像除去。咱对第6章内面，咱顶一届读的时阵，咱看到基甸伊的信心无够野，伊毋敢直接面对伊的老爸，所以敢若伫暗时的时阵，偷偷去做除偶像的代志。了后，基甸2届求神掠，就是迄个羊毛要落水，甲无落水。其实，伫迄个整个即个过程中间，耶和华是要显明伊的神掠，显明即个神掠是要建立基甸的信心。要建立伊的信心，是要互基甸伫刷落来的代志，会当有信心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代志。咱对第6章内面，咱搁一摆回顾。上帝爱基甸去做上主要的工作，到底是甚物？伫第6章内面，伊讲爱基甸尽上大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以色列人会伫米甸人的手中，是因为因搁一届得势上帝。上帝通过米甸人要来处罚以色列人，所以圣经内面记载讲。因伫米甸人的手中7年的时间，那呢，咱读到今仔日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的时阵，咱会当想，米甸伊敢准备好要来互上帝所使用啊吗？我想上帝一步一步咧调整基甸，要互伊真正成做以色列人的领导者，要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基甸甲所有军队伊的人，因聚集伫哈鲁县即个所在。哈鲁县即个所在，其实米甸人嘛伫附近的山谷伫遐聚集，双方的人马聚集，要为着煞接落来交战来做准备。我想，上帝爱基甸做准备，米甸人犹原嘛做准备。米甸人佮求撒玛利亚人，以及伫旷野其他部落的人，甲因做伙。迄个人数是真侪真侪。伫第7章内面无讲偌济人，总是咱若读到第8章的时阵，咱会通看到迄个人数加起来是135000人。但是以色列人敢有够遮的人会当甲因对抗呢？
以色列人当然要组织更较侪人，因才有法度来对抗缅甸的联合所烧战的部队。所以，若伫以色列人伊愿意，因都会当来加入伫基甸的即个行列的内面，做伙做准备，做伙受训练。所以，照当时的想法，爱杀赢人数是真重要的，因为人若哪多，杀赢的机会就哪大。不过，上帝的思维毋是安尼，上帝所想的毋是安尼。上帝甲基甸讲军队里的人伤多啊啦，我若互恁杀赢，那呢，以色列人恁家己的掠准是靠着家己的力量去得到这个胜利。所以上帝爱基甸，即群人来宣告讲：若是恁感觉心内会惊，心内胆，那呢，即款的人恁就应该转去。其他心内无担忧的人，就会当留伫基列山这个所在。圣经描写讲，在场的每一个人想啊想，然后有一寡人真正伊的心内会烦恼，因就决定离开，要转去厝的。这拢总有22000人。这群人离开了后，剩1万人。第7章讲，缅甸人毋知因偌济，总是留落来1万人的即个以色列人，因敢有法度真正去对抗缅甸人呢？上帝伫即个时刻，搁一届讲话，搁甲基甸讲，军队人抑搁是伤多啊啦，1万人呢，安尼抑搁伤多，上帝到底咧想甚物？第8章内面，咱会当看到讲有135000人，你即马剩1万人，安尼阁伤多。上帝爱基甸，带这1万人去到水边，然后上帝要伫水边帮基甸找出会当甲伊去相战的人。所以上帝会甲伊讲，即个人会当甲你去，即个人袂当去。上帝就将伊军队遮的人，互伊带到水边。上帝就对基甸讲：“你看，遐个人若趴伫下骹，亲像狗咧积水的人，那呢，伊甲迄个用手捧水起来啉的人，甲伊分开。啉水的动作，正做一个评判的标准。所以呢，这一大群人有300个人是用手捧水来啉的。所以上帝对基甸讲：我要用这300个人来救恁，将缅甸人交伫恁的手中，互其他人离开，转去厝的。基甸照着上帝的吩咐，就将这300人留落来，然后佮为因准备所需要的物质。其他人解散转去。上帝所想的，真正甲咱人所想的是真正的无共款。以色列人原本，咱若照这个数字咧统计，原本有32000人。第一届经了剩1万人，第二届佮淘汰了9700人，上尾敢若剩300人。这300人，军对着互上帝使者称作是勇敢的勇士。大能的勇士的基甸，因对着伊，这300个人是要怎样去迎接、烧战这个缅甸的大军呢？32000人，剩300人。基甸敢真正真勇敢呢？基甸敢真正有大气力的？但是咱袂记咧一件代志，伫第6章的时阵。上帝呼召基甸的时阵，甲伊讲：“我甲你同在，我甲你同在。”最近这2-3礼拜，我想拄则师会咧祈祷也好，以诺长老咧会前的祈祷拢讲到，咱生活的台湾，伫咱生活的这块土地顶面，发生了侪的代志。这几天咱放假。美国的股市，
跌到不像话。所以呢，咱行政院长就甲咱讲，咱来准备明仔载有一个真大的风波会伫迄个所在。美国总统的关税的政策影响了全世界，台湾的股市嘛一直咧崩盘。咱讲富国神山，伊的股票会计小为千外箍，落甲即马剩900外箍。有一个政论节目讲，若落甲800箍就会使买啊。我想可能，咱面对着即个全世界经济的即个冲击，若是安尼，即个全世界贸易遮所有的代志拢受到影响。咱若转来看到咱台湾，咱的政治顶面嘛有内底有内忧外患伫咧，对内有罢免，对内有亲共甲反共，有影响到国家的政策，有影响到民生经济议题。其实咧，甲咱每一个人拢是有关系。外口其实有中国的威胁，军舰、军车。军事的演习，拢伫咱的周围充满了一个威胁，充满了要侵略咱的即个歹意。所以咱看起来，咱敢若毋是生活了真好呢？咱爱烦恼真多的代志呢。若呢，当咱生活的处境是安尼的时阵，你的想法是啥物？你敢会担心惊吓咧？今仔日。咱拢是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呢，咱就爱想看卖。当咱所处的即个环境是安尼的时阵，咱应该要有甚物款的回应，也是行动呢？每一件代志，每一个状况，是毋是拢咧提醒咱？提醒咱有一点是，咱爱对咱的上帝有信心，也是讲，有人讲信仰、宗教。拢会当无去插即个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议题吗？其实咱对无共款的成长的背景，咱每一个人拢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上帝互咱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呢，咱就爱照咱所了解的，遮所有的资讯也好、讯息也好，咱就爱照着上帝所看做好的。去做出合宜的判断甲行为。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思、上帝的思维、上帝的逻辑，其实拢记载伫圣经的内面。咱敢真正有明白吗？若是咱有了解，那呢，咱就应该爱想看卖，咱爱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显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疼、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要拯救人，嘛需要人爱来回应，愿意互上帝所拯救。基甸照着上帝的方式，将迄阵为死过来的以色列人聚集起来，准备要来对抗米甸人。经过第一关、第二关了后，剩300人。因咧整理遐装备，因咧整理遐所需要的食物。上帝知影基甸的心，伊知影讲伊犹原对即下的行动其实有担忧，所以上帝就命令基甸，安尼来看，头前拢是上帝吩咐基甸，但是伫即个所在，上帝是咧命令基甸，因为代表着过去上帝甲基甸讲的是爱基甸家己去想，伊。决定要去做，也是无爱去做。总是即马是命令，就是爱基甸无怀疑，爱基甸专心去执行上帝所交代的代志。虽然上帝已经甲基甸讲啊，讲我要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中，基甸心内抑阁是惊吓，因为伊看到伫迄个平原、迄个山谷的人是敢若。虫遐尼啊多，伊毋知要安怎。上帝真正体谅基甸心中的即个焦虑甲惊吓，
所以温准伊带着仆人普拉去到米甸人的营中，爱伊去听见敌人所讲的话，来坚固伊的胆量。所以上帝毋但是亲身用基甸会当接受的方式来坚固基甸的信心，伊连爱甲伊做伙行遮的同伴拢准备好啊。咱对于第7章内面，咱看到，伊听到伫敌人的这营中所讲的这个对方做梦以及解说梦的这对话嘛，真有意思。因为这个大饼伫当时是咧要互精仙来食的，伫梦的中间会当将敌人的这个布边甲引导，而且佫解说这是基甸的刀。我想这是上帝的作为，要互基甸有信心。所以伫士师记第7章15节内底讲到基甸伊转去到以色列的营中的时阵，伊就讲：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中啊！对15节以后，咱看到圣经咧描写到基甸哪亲像变了一个人共款，伊有智慧。伊开始讲恁爱做啥物，伊开始命令遮的300个人去做无共款的动作，因为伊宣布了上帝要互因得胜，所以伊就将这个扫角分互遮的300个人，伊个这中间阁有火池的，有迄个空的这个管仔池的，所以伫暗暝3更半暝的时阵。这个3更半暝，大约咱讲是暗时的10点、11点左右，这个敌人拢已经困啊，所以因伫这个时阵开始进行因的攻击。这是一场毋是正常的小台的这个战役。基甸300人的军队，伊无用刀，因用的是做伙发出扫角的声，因做伙拍破遐的管仔。因用火的光，甲因大声喊，互人亲像感觉是有真侪人、真侪军队到因的中间。米甸人因的手中有刀，却是因家己烧台。这互咱想到，当约书亚伊当年咧设迄个耶利哥城的时阵，伊嘛是用扫角、用火的。互即个真坚固的墙放落来，本底敢若基甸伊家己去，四周围遐拢讲因无要顶当遮的支派，拿弗他利、亚瑟、玛拿西，听到基甸贪赢的消息，因就加入参与去对立敌人。所以咱看到伫后壁咧描写因。赢了这场战争，基甸对惊吓转做相信对上帝完全的信任。上帝将米甸人甲所有的军队拢交伫基甸的手中，所以基甸咧征战的时阵，伊讲：我甲我这队咧分扫角的时阵，恁就爱伫敌人的营区的周围拢爱分。而且爱讲为着上帝，为着基甸，而且手中提火甲扫角的时阵，嘛爱讲为上帝刣敌人，为基甸去刣赢遮个对敌。安尼咧看起来，敢若是基甸对上帝甲家己的信心拢咧成长，但是嘛有可能，因为咱知士师记的士师，伊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所以嘛有可能是咧描写到基甸咧做军事行动的领导力，伊毋望会当刣赢，得到一寡战功伫这中间。所以有圣经学者讲，当伊咧讲为上帝为基甸的即句话时阵，有可能基甸并无将上帝看作上悬的统治者。这咱伫第8章内面，咱会当阁看到，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惊吓的代志，
也是咱进入互咱袂爽快的环境。连约书亚拢互上帝再三咧讲，毋通惊吓，毋通惊，因为我甲你同在。所以咱来想的是，其实有信心，但是软弱的时刻并无可怕。关键是咱敢有真正愿意来追求，而且顺服伫上帝的引带咧。咱有时嘛爱有属灵的同伴，甲咱做伙。所以咱毋若是家己伫教会内面信仰，家己追求，咱嘛会当找咱的信仰的属灵的同伴，做伙来行即个天路。所以，当咱经历着上帝信息甲大气力了后，其实咱每一个人的信心拢会为顶面提升起来。愈来愈知影讲，伫第一个时间，咱会当信心真充足，咱就会刚强壮胆来面对一切困难甲攻击。咱才法度明白，咱毋是倚靠迄个势力，毋是倚靠咱家己的才能，咱是要倚靠上帝，才法度成就一切的代志。第7章第9节，上帝已经应允，讲一定会赢赢，但是基甸犹原会惊。各位兄弟姊妹，我想进前捌甲恁分享过，咱爱找着家己的即个温数。咱有时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温数拢无共款，咱身躯咱周围有的遮个资源嘛无共款。那呢，有时咱会掠家己有的，咱讲啊，这是我会当做的，我会当真做为上帝做的代志。但是实际上毋是安尼，实际上毋是咱有偌济，也是讲我有即个气力，我才来做。实际上是咱愿意互上帝用偌济，愿意互上帝掌管偌济。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其实咱若真足看，咱有的资源太多啊，有时却真做阻碍咱的信心。所以，咱若掠准讲，咱爱靠咱有的，才法度将代志来完成。迄就是咱袂记得上帝掌管这一切。基甸，上帝一直咧减少伊的资源，上帝就是甲基甸讲：有我甲你同在，就有够啊！信心会当伫咱看到伫即个资源上少的基甸的身躯顶，显出伊的大气力，互基甸完成一个上好的工作。今仔日，咱嘛需要听对上帝来启示。咱怎我都真正来倚靠上帝。我想基甸确实伊真正听到啊，伊对耶和华遐直接听到讲胜利的应允。总是即个代志无互基甸伊有确信，颠倒是对米甸的迄个兵内底听到的对话。即个对话，互基甸会当信服，互基甸相信上帝要互以色列人拍赢。所以咱已经伫咱所看圣经中间，其实咱拢会当看到上帝应允，咱拢会当知影上帝公义，咱拢有法度明白上帝真理。那呢，当有代志出现的时阵，当有状况出现的时阵，咱会当分辨伫咱周围的人、代志，也是遮个环境，咱所要做的，敢有符合伫上帝所欢喜的美善呢？信心其实无代表讲咱袂惊吓，有时上帝会甲咱撒位亲像基甸的即种状况，边啊32000人剩300人，将咱会当倚靠的物件拢总摕走，却互咱感觉伫即个惊吓的中间。其实伫即个时刻，咱才有法度去认捌家己，咱才有法度去选择来倚靠上帝。基甸甲迄个300位的勇士，伊互人敬，上帝爱因做伙去相战，毋是因为因真牛，
嘛毋是因为伊比别人搁较勇敢，是因为因伫迄个看做没有胜算的中间，因犹原有信心，成做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咱若有即款的信靠的心，咱的心中虽然有惊吓，但是咱嘛会当亲像基甸，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去经验到耶和华互人得胜，毋是伫人多人少。真实的信心、甲勇气、甲智慧，将来毋是看迄个问题，毋是看迄个环境，是伫问题甲环境中来看见上帝。有时咱会伫即种的环境中间，咱会陷落伫迄个真沮丧，也是失袂去。因为现实的环境的中间，其实咱拢有问题，咱拢会看到迄个问题，互咱感觉家己真正啥物拢无法度做，咱无武器，咱无刀，总是有人会当伫即个中间去看到上帝甲伊同在。环境虽然真恶劣，环境虽然真危险，拜夜咱嘛知影迄个股市会大崩盘，总是这是咱所认为的事实。但是咱生命的问题、困难、征战的时阵，咱毋是干那安尼讲认命就好啊。因为基甸所面对的虽然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但是伫上帝同在甲帮助下面，无可能的任务嘛会当成就。所以，互咱每一个人，咱伫即个艰难、混乱的世代中间，咱学习来倚靠上帝。咱照着圣经所写的，咱来倚靠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众人，看顾阮众人。阮恳求你帮助阮。虽然阮知未来的日子有侪侪挑战，有一寡是已经知一定会发生的，总是阮有惊吓，但是阮是完全来信靠你。恳求上帝引带阮，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阮实践，阮活出你的旨意。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收圣餐，咱要做伙来唱圣诗356首，圣诗356首，咱唱全首。咧唱的时，请长老来准备。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伫教会陪餐者，咱同齐来领受圣餐。亲爱的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人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所讲的话，就是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把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佫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着今年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即是咱照着伊的名来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愿现在遵趁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嘛圣别食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食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培养阮灵魂的食米，也伫成长中，伫你的恩典中间日日来长大，会当荣耀你的圣名。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设立圣餐，伊摕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请服侍长老。咱欢迎已经受洗礼，咱会当做伙领受主的圣餐。你若还未洗礼，请你用祈祷来代表你的感谢。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所拍破的。咱每一届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个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才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
咱每一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阮培养灵魂真正的画面，互阮明白，阮是你所疼的圣囝奥妙的一体，是受祝福的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家己互你的时阵，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继续用即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有大我，只用伊行为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带。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进攻咱咱自私甲自利，咱有法不义，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着咱跋倒的人，伊认定咱的命，对景色种景色，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破碎肉体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动生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一直。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在前，在前自由望平安。愿世界真滋味，当听天顶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请坐。这时，请大家闭慢心来奉献。今仔日咱有2摆的奉献，第一摆是圣餐的奉献。
今日圣餐的奉献是为着平安基金会所属台北妇女展业中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煞接是今仔日礼拜的奉献。请坐。这是我要来报告，伫咧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请求你，互夫家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丧香也无好野，用所着用的米粮，互我食。箴言30章8节。求你，互夫家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丧香也无好野，用所着用的米粮，互我食。箴言30章8节。好，
来酒时间分担。第一礼拜，领袖是圣歌队，司礼是张景远执事，司琴是庄以林传道娘，献诗是朱里奥，司献是郭金敦执事甲柯玉佳执事，教台是郭金敦执事甲陈丽华姐妹，音控是曹明祥执事跟张信群弟兄，讲告经理是柯牧师。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要看的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主理是李和传道师。过来礼拜第二礼拜，主理是柯牧师。要看的经节是《士师记》第8章，圣诗甲金句，请大家会使伫厝里先来准备。过来，请咱大家先到周报第6页。消息报告第1项是圣礼典，本主日举行圣礼典，奉献的对象是平安基金会所属妇女台北妇女典业中心，为着因来奉献因的服务的内容足济，大家会使来参考。佮有参像阮教会社区关怀据点，这嘛是第2项是奖学金的颁发，请柯牧师。咱为着鼓励咱教会遮的子弟所以因有申请奖学金。我就无要念名，请家己来到我头前。无来就无啊我收转来啊今年申请的嘛有较少啦来。所以你们要考验我的记忆就对了。没有按顺序。好，新言，咱拍婆我感觉嘞，17，佑心，志远，静怡，文，阿丁，张鹤，何谦。咱为因来祈祷，主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互教会遮个学生因伫学校的功课有侪的遮个真好的成绩，嘛伫信仰生活顶面嘛符合教会所定的标准。愿主你继续看顾因，互因伫学业以及信仰顶面两个拢上时会当进步，互因伫将来成做主所用的人。互因一生拢牵调伫主的应允，祝福因每一天的学习，祝福因每一天行伫主的道路顶面。我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拍拍我，感谢恭喜。好，过来第3项，玛纳团契2手义卖活动，就是伫即马10点到下晡2点，地点是中庭，毋过因为天气的关系这中庭应该是没有摆才对改到地下室了拢伫咧地下室，所以等下聚会了后，兄弟会使老婆会使去参观一下过来第4项，社青小组生命成长课程第1届上课的时间是4月27号下晡1点，伫咧大会议室报名截止日期到今仔日咯所以若是有意愿的兄弟会使到1楼的柜台来填写来报名安尼。第5项，招待同工训练甲台语领诗训练这时间是定伫下主日下主日4月13号，地点在2楼的礼拜堂，就是伫咧即位。时间是下晡1点到3点，分段举行。报名表伫咧1楼的柜台，嘛请有意愿的兄弟来填写。第6项。主理教务同工的同工会通知，主理要伫咧下主日华语礼拜了后，要伫咧旧堂召开第2季教务同工的会议啦，请主理的同工出席。阁会使甲这校长，主要校长赖运如长老确认出席，准备中道堂安尼。若是对主理囡仔的服侍迄细囝服侍有兴趣、有意愿的兄弟，欢迎来报名第7项是2025年受难日联合礼拜，伫咧4月18号拜5暗时8点，伫咧阮的教会伫遮本山教会2楼来举行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
请兄弟会使备办时间、准备心来参加。第8项是奉献证明去年度的奉献证明，奉献证明会使到1楼柜台找迄干事请迄素方来领取。补充报告才有一项就是4行美姊妹，伊伫咧顶礼拜已经告别式。伊的先生刘弟兄有表达就是对文山教会兄弟讲爱真感谢大家对信美姐一直以来关心安尼，伊真感谢安尼，互大家知影。好，过来就是教会机体交通，迄请兄弟家己来看，来关心阮主内兄弟身体有软弱的。教界消息，才有一个定情，甲大家小报告一下，就是教界消息第2项，7章教会社教50周年因为赞美礼拜地点是伫咧7章教会，所以爱注意因为2个拢是拍景美国中，无迄第2个7章教会，伊是伫咧因教会，迄主旨是对的安尼。奉献证明伫咧周报内底，请兄弟家己看，若是有出入咱教会会礼甲会计甲出来订正。好，这是咱来介绍新来朋友。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几个新朋友啦，就是其实是文宏丢路的家人这样子，伊的爸爸妈妈伫遐，佮有伊的小弟，嘿，爸爸妈妈是对台南的东门教会来，伊小弟是对中立的教会来安尼，嘿，欢迎，伊是来台北省安尼，请坐。好，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咱来唱煞要变的圣诗，圣诗第394首，只是礼拜特别煞，临时煞，请科牧师祝祷。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请大家迄圣餐用的迄后仔，咱会使摕到后壁，互服侍同工来整理。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可以到地下室看一下二手义卖，可以到。